死我了！这上宫大人终于走了，你们家的规矩怎么那么多啊？怕苦啊，怕也晚了。既然上了贼船，想下去可没那么容易。谁怕苦了？我就是觉得不公平，凭什么我要学那么多规矩，你什么都不用学？那是因为我自幼便是在规矩中成长的，已成为习惯。我倒是非常羡慕你的肆意妄为。哎，你谁肆意妄为了？真是！哎，对了，冰块人，你喜欢什么茶呀？武夷岩。武夷岩？那你喜欢什么花啊？那当然是青龙卧墨池。青龙卧墨池？哎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约会，或者是怎么去约会呢？哎，就是你以前跟杜嫣然怎么约会的？算了，不说拉倒，我还不想听了呢。罢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们在一起就是谈谈谁的诗歌好，谁的琴声妙，偶尔也在灯会赏雪或花卉赏花时见上一面，其他便没什么了。你们男人果真都一样。你既然都跟他一起看雪、看月亮、看星星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了，你都没有跟我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呢。本王没有每年陪他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罢了，本王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只和你一起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这下你满意了吗？谢尔康。康是谁啊？本王答应你的，为何要谢他呀？你是不是脑子？好，说不定你以后的儿子的名字就叫谢尔康呢。谢尔康，倒还是个不错的名字。谢尔康。气死我了！老娘做了这么多事，居然让你们破镜重圆了，也不说给老娘办个好人卡什么的。死丫头，先让你嚣张几天。要不是老娘告诉谢延琪你的下落，你哪有机会回到王府啊？还当上了什么太子妃？太子妃！哼，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命享受了。你连个破布都跟我作对！气死我了！穿越过来什么事都不顺，为什么是我穿呢？为什么是我穿？我为什么要穿呢？凭什么是我穿呢？凭什么要穿呢？因为不穿会冷啊。走着瞧吧。哎呀，终于有时间出去玩了。也不知道乐天斋最近生意怎么样，老周研究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没有？哦，对了，我呢要做一个扩音器，在婚礼上我要唱歌够。唱歌够？莫非你又要唱歌啊？怎么了？你是觉得我唱得不好听？没有，这歌声是十分动听，不过什么？怎么样了？人都安排好了吗？谢延琪呢？都安排好了，大夫一会儿就过来。我留下几个人照顾慕容姑娘。不过太子说先回房了，不用备饭了，他想静静。静静？哼，我还想闹闹呢。小姐，闹闹又是谁呀？哎，也没谁。对了，你说那个女孩叫慕容依允，对吗？你是不是认识她？这我也不认识，我就是听府上的老人说过几句。好像这位慕容姑娘是太子的旧相识。旧相识？有多旧啊？这个……
哎呀，喜儿，你听到了什么你就告诉我嘛，你可是我的人。小姐，我也是听说的，可不一定。这个姑娘呢叫慕容依允，和咱们的太子殿下从小便是青梅竹马。可是皇后呢？哎呀，猜来猜去，我们还是别猜了，等人醒了，不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什么？慕容家那个死丫头居然逃出来了？他们是怎么做事的？但现在的麻烦不仅如此，现在他已经躺在了太子府，这才是最麻烦的。什么？他还敢去找琪儿？他把琪儿害得还不够吗？琪儿才刚刚过几天消停的日子，他真是个丧门星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快想想怎么解决此事吧。怎么解决？还能怎么解决？等他能爬起来，就速速派人把他送走。这次再把他送远一些，再把他看牢一些。娘娘，此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他赖在太子府，就是不想被送走。他与太子青梅竹马，太子不会坐视不理的呀。这事容不得他，难道太子就不是我的儿子了吗？我绝不允许让慕容家那个逆子再来糟蹋我儿子。想给我做儿媳妇，下辈子、下辈子他也休想。
舅舅，你说是吗？是啊。慕容依云，我倒真该好好谢谢你了。不好了，太子殿下，慕容姑娘她……怎么了？慕容姑娘她自缢了。什么？慕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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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你是想逼死我吗？我只是戴罪之身，皇后知道了，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慕容知道你被立为太子后，很高兴，能在余生还能与你再见上一面。慕容也已心满意足，此生无害。还望太子成全于我。休想！我绝对不允许你自寻短见。太子，你马上就要大婚了，且不要因为慕容再与皇上娘娘起了冲突。自我到来至今，你已想清楚了，留在这里也只会让你为难。倘若慕容真的死了，也许对你我，对大家都好，不是吗？你不许说死！我已经经历过一回，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。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养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母后那边，我自会处理。你安心调养身体。这些年，委屈你了。湋七哥哥，完了！不怕直接上来跟你掐的，就怕慕容这种小白花啊！是啊，小白花，猛于虎也。你说我本来不想说的，就显得我特小家子气似的。可是他想死哪儿不成啊？偏跑到王府门口来，这不诚心给人添堵吗？谁说不是啊？还说什么？哎呀，我要死了，对大家都好。他如果真的想死，过去这5年当中，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去死，还不就是提着那口气，想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王府？哼，他的演技啊，真是要比孔昭霜还要好。咱们啊，应该给他颁一个奥斯卡最佳女配角。天哪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坑我呀？你说这小白花在外面5年大风大浪都没事儿，怎么一回到原来未婚夫家里就嘎嘣一下想挂就去了呢？你说他这倒是一走了之了，到时候外人怎么想我跟谢言齐啊？肯定说我隐情柔、蛇蝎心肠、逼死前任什么的。到时候我又落得一身骂名。可不是吗？你想想，你到时候得多冤呐！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咱们毕竟不了解人家，也不能这么阴谋论，是不是？毕竟这又不是演电视剧，说不定人家真是想不开呢。他怎么想根本不重要，关键是谢言齐那小子是怎么想的。我看呢，他根本就是有心。你看看他，一听到慕容依允出事儿，那个着急，那个关心，哼！哎，要不然你也上个吊试试？我才不是呢！一哭二闹三上吊那种把戏，多幼稚啊！我才不跟慕容小白花一般见识。
哎呦呦，你真有那么大度？要我说呀，你就是口是心非，现在心里指不定多委屈呢。哎，你可别把肚子给气炸了啊！我可没有大力胶。这个臭喜儿，让他给我拿个苹果，他怎么拿这么硬的东西的？还说自己不在乎。等等，这是给慕容姑娘送过去的吧？是小姐。把它给我，你下去吧。嗯。参见娘娘。哥哥来了。这几日，太子侍终未进宫处理朝政，也不知他府里的事处理得如何。啊，那慕容依允闹过一次自尽，但未遂被救了下来。那丫头心眼可真多。哼，我看她想死是假，想让琪儿留下来才是真。看来太子的意思是要留下慕容依允了。他休想！慕容那个贱坯子也配！尹晴柔呢？他就这么眼看着琪儿胡闹吗？尹姑娘还不是太子妃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所以未曾有所表示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最后究竟如何，还要看太子殿下。依老臣之见，哥哥有话但说无妨。皇上病重，太子监国不力，后宫不宁，这势必会影响朝中大局。依臣看来，还是让臣儿出来主持大局吧。这第一呢，他们是亲兄弟，可以相互信任；这二来嘛，娘娘对太子殿下也起到了警示作用，警示他看清当下形势。如若再一意孤行，那么太子之位……哥哥言之有理。若是琪儿还是这么三番五次的不听召唤的话，就别怪本宫狠心了。依云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昨晚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是。
你莫要怪尹姑娘。用不着你跑到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慕容他是好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身体尚未痊愈，还是早些回屋休息吧。我不要紧，千万别因为我而影响到你们。尹姑娘，你千万别多想，颜齐哥哥只是一时气愤着急，他绝对不是有意针对你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颜齐哥哥，哼，好一个颜齐哥哥，叫的还真亲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多年的习惯，一时改不过来。好习惯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坐下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好快！哎呀！你开始。